国政府在东突厥省监控维吾尔人的电脑数据库在美国曝光。这个容量达52GB 的数据库内详述当地公安如何全方位监控维吾尔人。除了传统的情报收集途径，也会使用软体自动下载民众手机内的个人隐私。此外，数据库内有全民体检收集得来的个人生物数据，反映体检在当地已成为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专门做调查报告的美国网媒取得这个庞大的电脑数据库，并解读接近2.5亿条原始数据。该数据库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局共同管理及使用，当中包括由中央政府提供的资料，内容包括公安收集到的情报档案、警民会议记录、举报人士提供的资料等。资料反映当局在乌鲁木齐设置大量检查站，阻止当地人自由流动。数据库内容显示，中国政府结合手机、廉价数位镜头系统以及大众云端服务，全面监控和镇压维吾尔人。土耳其主要党之一豪党领袖梅拉尔·阿克斯纳女士上周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一次小组会议上，邀请维吾尔女子诺尔西曼·阿布多热希德发表讲话，以介绍她的父母和数百万维吾尔人的悲剧。亲中国的土耳其祖国党主席佩林切克指责诺尔西曼是恐怖分子，他的言论在土耳其公众引起强烈抗议。人权律师多安先生表示，他们已对佩林切克提起法律诉讼。佩林切克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诺尔西曼是东突厥散伊斯兰党的成员，参加了恐怖组织活动。他代表基地组织恐怖组织，而不是维吾尔人。诺尔西曼在讲话中表示，他在土耳其毕业研究生，并在一家公司工作。中国核工业集团表示，其华龙1号机组的第一台、第3代压水核反应堆已于周六开始商业运营。经过5年多的建设工作，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福清的反应堆于去年11月27日首次并网。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龙1号机组的设计使用寿命为60年，每个机组的装机容量为116.1万千瓦。欧盟周五批准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这款疫苗已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使用。冯德莱恩周五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希望阿斯利康公司能履行合约，向欧盟发放订购的4亿剂疫苗。阿斯利康上周通知欧盟，今年第一季供货量将减少高达60%，自8000万剂降为3100万剂。此举引发欧盟及成员国不满，当局批评阿斯利康与英国先前先得的逻辑，强调厂商需履行合约责任。另外，欧盟设立机制监察疫苗出口。欧盟委员会周五设立疫苗检查机制，监察在欧盟成员国厂房生产的新冠疫苗出口情况，可以在一些情况下拒绝疫苗出口。孟加拉国位于当地时间29日开始将第3批罗兴亚难民转移至偏远的巴山查尔岛上的定居点。此前，孟加拉国在部分人权组织的反对下，已转移数千名难民。该国一位高级军官表示，当日已有1778名难民从孟加拉国东部城市搭乘4艘海军军舰前往巴山查尔岛。这名官员表示，自12月以来，大约已有4000名难民被送往该岛。这一计划将继续持续下去。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了缅甸的破坏，并在孟加拉国避难。